大家好，我哋嘅頻道改咗名喎，由全民學中醫改做中醫幫到你。今次係改名之後嘅第一集，主題係我嘅處方溝咗西藥。有一位失眠症嘅患者喺第二次復診嘅時候就問我：劉博士，你開俾我嘅中藥裏面係唔係溝咗西藥呢？因為我食咗你第一劑藥之後，當晚就瞓得好好啦。我聽到佢咁講，就笑笑口咁樣回答：中藥裏面溝西藥，警察拉㗎喎。嗱，又難怪呢位患者咁樣問，原來佢曾經喺大陸睇過中醫，嗰位中醫竟然咧明言啊喺中藥裏面係溝咗西藥嘅。而喺香港又真係發生過有針灸醫師喺醫治濕疹嘅時候咧，喺銀針上面塗咗類固醇藥膏，後來就遭到揭發而被捕。況且一般人咧心存偏見，以為中醫醫病咧一定係慢吞吞嘅，冇理由食一劑藥就會見到效果噶嘛。又況且我哋係採用免煎中藥顆粒，服用嘅時候咧省時方便。但係懷疑心重嘅人咧，見到藥效咁快，就難免生起懷疑心啦。我哋亦都唔係第一次俾人懷疑。記得以前治療過一個牛皮癬嘅患者，佢食藥短短一個幾月，雙腳上嘅患處咧竟然好轉一半以上。佢嘅朋友見到就認為冇可能，因為連西醫都醫唔好嘅病，中醫又點可能好得咁快呢？佢嘅朋友話：咁犀利嘅藥一定有問題，就叫佢唔好食。患者聽完之後真係動搖起嚟，我就笑笑口講啦：你唔係因為牛皮癬西醫醫咗好耐都冇效，先至嚟揾中醫嘅咩？咁點解中醫將你嘅病醫到有起色嘅時候，你又反而恐懼起嚟呢？難道你希望食咗藥冇效果咩？患者聽完之後咧，自己都笑咗起嚟。咁啊，跟住乖乖咁繼續接受治療啦。各位，你話做中醫委唔委屈啦？醫病快一啲都俾人懷疑喎。古人咧就說過：一劑知，兩劑疑。意思就係話，只要醫者判斷病情準確咧，患者食第一劑藥就應該感受到藥效，食第二劑藥咧就會顯著好轉或者痊癒。咁究竟有冇咁誇張呢？當然啦，呢一句話只係一種理想境界嘅追求，實際臨床上患者嘅體質各異，病種唔同，病情輕重亦都不一，肯定就並非所有情況都能夠一劑知兩劑醫嘅。我哋嘅經驗係，有啲病有啲人真係要慢慢醫，急都急唔嚟嘅。但係有啲病有啲人咧，真係能夠一劑知兩劑醫嘅噃，見效係快到你唔信嘅。最近我11歲嘅女咧發高燒喎，燒到40.7度，佢睇嚟好攰。咁我幫佢把脈診斷之後咧，我判斷佢發燒嘅原因係因為食多咗生冷嘢，而同時身體咧又受咗風寒。於是我就開咗內暖脾胃、外驅風寒嘅藥劑俾佢。佢黃昏食藥15分鐘之後，明顯咧精神好轉，到晚上就完全退燒啦。阿女嘅姑姐知道咗之後咧，就同我講：喂，大哥，真係服咗你，個女發燒超過40度，仲咁從容不迫，換咗第二個啊，一早就送咗阿女入醫院啦。我就笑笑口咁答佢：阿女入咗醫院，一定會被夾硬退燒。結果咧，可能燒就退咗，但同時體質亦都轉差咗。阿女分分鐘就會變咗孱仔強啦。好，各位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